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1月4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这個快遞聊一聊這個驿站。在過去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很多人找不到事情幹，他可以選擇加盟驿站，或者是對吧，盤一個驿站，或者是他開一個小店，裡面有這個驿站的業務，給自己的小店增加一些收入，這個也是一個出路，一個謀生手段。但是隨着這個經濟下行隨着這個競爭的加劇，內卷，驿站也已經不好幹了，又一個行業已經變成雞肋。為什麼這麼說呢？中國新聞週刊昨天他刊發了一篇報道，說的就是快遞驿站，它的標題叫躺賺神話涼了。從標題就可以知道以前快遞驿站那是躺賺，對吧？躺在那兒賺錢，但現在也不行了。可見這個經濟一下行各行各業都很難賺錢，尤其那些門檻低的，必然會競爭加劇我們看看這個中國新聞週刊它是怎麼報道的。中國新聞週刊說還不如找個班上。2周前，陳思把自己的驿站賣了，此時正值一年最大的快遞旺季，年底了嘛，对吧？這個快遞是最多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經歷或者是有沒有觀察到一個現象，就是過去咱們比如說在北上廣，在外地打工漂，然後過年回家都是大包小包的背着，買點東西帶回家，大箱子小箱子。現在已經變了現在就是在外地打工漂着的人，他在网上買東西，一下單，地址選到老家，然後把自己对吧要春節要用的東西也下單对吧，一买都是送到老家，然後自己回到家之後对吧，再去那個鎮上或者村裡面那個驿站去把東西一提拿回家。現在這樣的人越來越多一到春節那個鎮上的驿站都排隊有時候經常排1個小時，忙但是平時也沒什麼業務平時比較少，就是春節前後。這個中國新聞週刊說他說這個每天能收800多件快遞的驿站是陳思2025年9月初花了將近6萬元從上一任老闆那兒盤來的，就是3個月盤的。然而接手僅僅1個多月後，陳思就開始計劃轉讓，結果價格從6萬元一路跌到2萬多元，用了2個月才終於脫手。你看這個盤店的價格就跌了4萬，6萬盤過來的2萬盤出去，這才幾個月時間就4萬就賠掉了。陳思的選擇並非個例，打開閒魚、58同城、小紅書等平台，快遞驿站轉讓帖密集，其中不乏標明給予低價字樣的，以及掛了2-3個月降了幾次價折。另有部分網友發現，自家小區內的快遞驿站已經換了幾任老闆，甚至有的已經直接關停，業內甚至一度流傳到倒閉率43%這樣不知出處的數據。你說快遞驿站居然43%倒閉，這比餐館也差不了多少了曾經被視為低門檻穩現金流，普通人創業熱門選擇的快遞驿站生意，在這個旺季似乎正迎來一次群體逃離，這個又一個行業不好幹了如果真那麼好賺錢，誰想出手呢？談及從驿站抽身的原因，陳思反問決定接手快遞驿站前，他並非毫無準備，除了翻看前任老闆的出入庫數量外，他對驿站所在的小區也做了些調研，還拿着這些數據和信息問了不少同行，一套流程下來，雖然輕輕鬆鬆月入過萬的說法並不現實，但按入庫一件快遞收入0.4到0.5元來算，扣掉房租、技術服務費、水電等硬性成本，一個月能賺6-7千元，好歹是為自己做事，比給別人打工好一些。陳思說道，這個想法得害死多少人呢？如果是我的話開驿站每個月穩定能賺6-7千，那我肯定不幹。你表面上看6-7千很穩定很好，但是他相当于把你一天的对吧，至少18個小時鎖死在這兒，你不能離開。完了这個沒有什麼周六周日假日，頂多春節過幾天。那你說這個收入你不行，你招2個班上對吧？你招2份保安的工作做，那也6-7千呢，对吧？這玩意你一天都不能關門，磨人呢，你連生病都不能生。陳思算漏的是，這到底是個怎樣的生意？每天早上9點前，他必須就位，準備迎接各家快遞員陸續送來的快遞。隨後，他一件一件掃描、貼標籤，並按順序擺放在貨架上。這中間還要幫來人處理取件、找件、核對包裹，有時還免不了聽取一番抱怨。這樣的過程一天得再來2到3遍。到晚上8、9點送走用戶取件高峰後，陳思還得再整理
理一下快遞，理出貨架的空，為明天放包裹做準備。10點左右關門後，他偶爾還得應付用戶打來的電話、發來的短信。9點、10點到7點的連軸轉，7天啊，就是早上9點到晚上10點，7天連軸轉。這休息時間說不定還得接電話，讓陳思體力吃不消，心力也熬不住。家裡退休的父母不時還得來搭把手，這樣一個月賺6、7千塊，還不如找個班上，對吧？還不如找2份保安幹一幹。去年入行的李文軒境遇更差，他是與快遞网点簽的承包區合同，好處是每天的件量穩定，平峰期也能保證1200件左右，電商大促這樣的旺季能到1500多件。不過這就需要他每天開車去網點拉貨。更鬧心的是，一旦出現用戶對快遞公司的催件、投訴等，只要進線客服，罰款就得他來背，你還背罰款？一個催件電話罰款50元，2次投訴是200元。李文軒說這一年裡有4個月扣掉成本和罰款，驛站的淨收益就3000多元，至今8萬多元的轉讓費還沒回本。他打算堅持到明年，如果情況沒有好轉就離場。也就是他現在賺的還是賺他這個轉讓費啊，把轉讓費賺回來之後，他這個店如果能賣多少錢，那就是他賺的錢；如果賣不掉，那就他那店就不值錢。這不就賺了個寂寞嗎？要是能重來，一定不會開快遞驛站。近些天來，中國新聞週刊接觸到的驛站老板，無論是已經完成轉讓的，還是到正在考慮轉讓的，以及仍在堅持的，都表達了這樣的想法。然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尤其是在2018年全國快遞業務量突破5000億件後，快遞驛站被視作普通人低門檻創業的代名詞，無需加盟費，投入2、3萬元，靠着社區自然流量，守着包裹就能月入幾萬元。如今快遞量仍在高速增長，快遞驛站怎麼就從搶手走向了燙手？說來說去就是競爭嘛，对吧？正因為門檻低啊，你能幹我也能幹，毫無这個技術含量。越來越多的驛站，對於大多數快遞驛站來說，收入這本賬並不難算，單票的收入乘以每天能夠拿到的包裹量。而近年來快遞價格戰愈演愈烈，國家郵政局數據顯示，國內快遞平均單票價格已從2007年的28.55元降至2025年的7.62元。具體到不同快遞公司，若以2017年為參照，順豐單票收入已從23.13元降至2025年的11月的13.47元，圓通從3.68元降至2.24元，二者降幅都在40%上下。申通從3.24元降至2.41元，降幅超過25%。這還是在快遞反內卷下價格略有回升後的結果。快遞價格下降，末端派費便也不斷被壓縮。據多位驛站經營者了解，單件派費已從平均1.5元水平降到了1元，甚至7毛錢。驛站的收件收入又是從這之中分羹，單件收入自然也隨之降低。與此同時，市面上的快遞驛站越開越多，除菜鳥驛站外，還有中通快遞旗下的免洗驛站、圓通旗下的媽媽驛站、申通旗下的喵站、极兔旗下的鄰里驛站、拼多多旗下的多多驛站，驛站數量也隨之不斷增加。就我住的這個小區啊，它小區有3個門，它這就一個門這兒就有，我看有4家驛站，不過有2家已經倒閉了，還有1家這看上去要倒閉，只有1家生意還可以比較紅火，人比較多，給我感覺跟那前幾年那個大藥房一樣，像雨後春笋一樣，到處都是。根據菜鳥此前遞交的招股書，截至2023年上半年，其共有17萬個驛站，而2020年其公開的數字是超過10萬個。另據公開數據，中通兔喜驛站的數量從2022年底超過8萬個，增長到去年的超11萬個；圓通媽媽驛站數量從2020年11月的4萬個，增長到2023年的7萬個。2021年极兔收購百世國內快遞業務時，其中便包含了3.7萬個鄰里驛站，也就是驛站的數量啊，那是成倍增長。如今一個小區開出幾家不同品牌的快遞驛站已愈發常見，於是另一場價格戰被打響。蕭勁軒從2019年5月開始經營菜鳥驛站，在公司的區域保護政策下，他包攬了周邊6棟公寓共2000多戶居民的快遞。據他介紹，當時順豐快遞的派費有近2元，給到驛站是0.7到0.8元一件，通達系的派費低
械，每件0.5元，收件量逐渐爬坡到巅峰的1000件，每个月收入基本在12000到15000元之间，看上去收入还可以是吧？然而好景不长，中通的快递员看到肖静怡生意好了起来，就打算在他对面開一家兔喜驛站，並用0.35元的價格跟他搶客戶。快遞員彼此都比較熟，他跟我這片所有的快遞員說，他那邊代管包裹只要0.35元，如果我按這個價格跟他競爭的話，一個月如果按1萬個包裹入庫，那收入就會從5000元降到3500元，少的這1500那是純利潤啊。最終蕭勁軒把快遞驛站按照成本價轉讓給了中通的快遞員，這麼一競爭，那就成了雞肋了，對吧？你有那1500，你還有堅持下去的動力和理由，你少了那1500，那就變成個雞肋。最後落一忙還不錯，說不定還賠錢，那還幹個啥呢？乾脆的吧，轉讓吧。這並非個例。據小紅書 ID 為小胖幹快遞的驛站經營者介紹，其考察過廣州一個城中村，門面一排開了8家快遞驛站，其中有的驛站收件費只收0.25元，8000件以內0.4元以下都不賺錢。小胖表示對驛站來說啊，活多了，錢卻沒有多，這就是悲劇啊。與此同時，隨着各快遞公司推行寄快遞上門取件，快遞驛站原本利潤更高的寄件收入也在減少。以前每天驛站出入的單量可能還有10%的寄件收入，現在1%都難搞。小胖對比道，要知道驛站可以跟網點拿到更低的寄件成本，比如省內首重1公斤以內只需1到2元，而用戶在平台上下單一度需要10到12元，這中間的差價就是驛站的收入。即便在價格戰之下，用戶訂單可能降到4到5元，驛站也能賺個2、3元，單票收入遠高於收件。收入下降，房租、人工等成本卻難再壓縮，甚至還有上漲。另外，對於承包區這個驛站來說啊，每個月還面臨着不確定的支出，罰款，就這驛站還可能被這些物流公司要罰款，而這個罰款不確定，對吧？有時多有時少，那你是怎麼弄？小胖對中國新聞週刊介紹，這2年快遞公司罰款的名目越來越多，越來越嚴苛，只要給快遞公司客服打電話，無論是不是關乎丟件破損的投訴，哪怕是想表揚快遞小哥，也要罰款至少50元。這個也比較武斷啊，就接到電話就罰款。有的快遞網點還會在總部罰款基礎上加碼，比如總部罰款50元，網點會再加罰50元，以此來作為網點利潤的一部分。而承包區型驛站要承擔的義務之一是替快遞網點快遞員背下罰款工單。我們就像快遞公司的一個沒有底薪、包攬所有責任的員工。小胖表示啊，全聯併購工會信用管理委員會專家安關榮指出，當下驛站正在從緩衝節點變成責任節點，即上游持續追求極致降本，將時效投訴合規風險下沉，驛站被要求承擔準直營網點的服務標準，但責任加重並未換來議價權的同步提升，種種原因疊加之下，利潤空間被明顯擠壓，同樣的辛苦賺的卻更少了，導致越來越多的驛站老板決定撤退。你看啊，任何行業的吧，你過度競爭啊，最後就是幹不下去，還能怎麼幹？不過這場撤退並不意味着快遞驛站失去了生存價值，在全國快遞業務仍保持2位數增長，末端履約壓力持續加大的背景下，驛站依然是快遞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一方面，快遞員人力持續緊張，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2022年第4季度全國最缺工的100個職業排行中，快遞員排名第3。彼時全國日均快遞業務量是3億件，而時至2025年前11個月，這個數據是5.4億件。因此，把快遞一件件送到用戶手裡是奢侈且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個快遞的單量啊，恐怕還得持續上升呢。但是不代表這個快遞業務啊，快遞員相關從業人員收入會持續上升。這種情況下，能夠集中投遞、集中取件的驛站，可以幫快遞員在更短的時間裡完成更多包裹的交付，降低單票履約成本。尤其是在老小區、城中村、學校周邊等人口高密度區域，驛站可謂維持派送效率的標配。另一方面，驛站也可以降低快遞末端履約的風險。畢竟，相比於放在門口，快遞放在可追溯流程的驛站更為安全，平台與快遞公司也更願意信賴。只是如今系統裡的必須不再等同於個體的好
好生意。有專家說啊，當前轉讓或關停的驛站增多，更多是低效率網點因成本上升，管理粗放被淘汰，屬於市場出清，是粗放经營时代的結束，行業進入調整期的自然現象。換句話說啊，被淘汰的更多是合規性或效率不足的網點，而不是模式本身。也正因如此，快遞驛站不再是一門守着包裹就能賺錢的生意。多位分析人士認為，未來能存活的驛站可能集中在3類：一是具備低成本優勢的個體，如自有物業、夫妻店，能夠抵禦派費下行；二是規模化共配型驛站，通過整合多品牌快遞，提高人效来換取生存空間；三是具備社區經營能力的复合型驛站，将快遞作為流量入口，而非唯一收入来源。你看好多超市啊，好多这个夫妻店、小店，還菜店，對吧？搞驛站，那人家順便就能買點菜、買點東西，引流啊。但需要看到的是，這些出路本身也並非普世解法，尤其是符合經營路徑，對快遞驛站的社區粘性、差異化服務能力要求極高。一旦缺乏壁壘，副業模式往往容易被複製，難以形成長期穩定收益。從這一角度看啊，快遞驛站不再是一條勤奮就有回報的創業路徑，而更接近一種微利、重運營、低容錯的社區基礎設施。生意變了，它對經營者的篩選邏輯也就變了。留下來的不是最勤奮的人，而是成本結構最穩、角色認知最清醒的人。安官勇認為啊，那麼對更多普通個體而言，選擇退出或許本身已經是一種理性判斷啊。這個就是中國新聞週刊報道的啊，又一個行業是不是成了雞肋啊？昨天咱們看的是南方周末報道的餐飲，2025年是吧？這個倒閉加劇嘛，比2024年的是直接上升啊1半，而且這個倒閉的周期更快了，對吧？以前3、4個月，現在2個月、1個月，夢想到破滅之間只有1個月，對吧？滿心歡喜，對吧？湊夠了錢，加盟一個餐飲，完了幹勁十足，對吧？等到裝修完之後，一開門迎客，堅持不到1個月，趕緊關門吧，對吧？這就是理想和破滅之間，這個時間越來越短。那這一幕啊，在快遞驛站這兒也是體現的淋漓盡致。說到快遞啊，我這個還是很有發言權的。我在10幾年前創業，搞這種即時配送啊，就是本地生活，就是美團現在幹的事，半個小時送到。美團現在幹叫即時型零售嘛，他換了個詞兒啊。我在10幾年前就幹這個，因為當時很多這個商家不配合，那些夫妻店啊，北京都是夫妻店啊，小店，他們沒有那個水平，沒有那個能力，我沒有辦法，我只能自己開倉儲型的，我開了30多家，而且啊，這個我的這個 SKU 啊，我控制，我不要那麼多，我就是大家日常要用的，比如有人在家裡嘛，對吧？想喝酒，突然沒酒了，對吧？他也不願意跑到超市去，挺遠的，他下單吧，一般都是第2天才送到，我就要滿足這部分人需求，因為當時啊，很多小店啊，他沒有庫存這概念，他那個商品啊，他可以送，但是你一下單，你說我買4個雞爪，對吧？2瓶啤酒，1包紅塔山，或者買4樣商品，他3樣他沒有，完了之後，那你還得再跟客戶溝通，這個效率特別低啊，因為他沒有庫存概念，還有其他原因啊，所以他有個服務也跟不上，所以我就自己開。那我自己開，所以我對煙草，我對什麼超市，我還是很了解的。雖然現在有10幾年了，那個時候你看2013、14年嘛，那時候菜鳥驛站是剛開始，所以他在全國推廣到我們那兒的時候，他自然就跟我合作，讓我加入那個菜鳥驛站。我不同意，因為我那個時候心氣很高啊，誰加盟你這玩意兒幹啥？關鍵我沒有人，我增加你這個業務還要增加人，而且我們是做送貨上門的，我們那是個倉庫房，不是那種店面，也就是我不需要人到我那去的，所以你那個派件我還得等着別人來取，我得有人在看着，要不然我給人家送那更不值當。所以那個菜鳥那時候就跟我磨了好長時間，因為我那個點多啊，他談下我一家，那整個一大片區域都拿下了。當時就跟我談一個件多少錢，我記得8毛還是幾毛，我說要安裝一套系統就行了，但是好像那個系統是要錢的。總之啊，談來談去我不同意，因為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啊，咱們要幹的活不是賺這種錢，這個錢俗話說叫苦哈哈的錢呢。實際上後來2017年、16年這個菜鳥驛站啊發展的非常紅火，有人賺到錢了，但是賺到那個錢都是轉讓費，那個錢也不值得羨慕，那都是出苦力啊，對吧？就像剛才文中說的，那早上你7點多8點你就得到那兒守着，然後一件一件的掃入庫，完了之後等着別人來取，一直忙到晚上10點。表面上看你能賺2萬，實際上對吧？你把人工你得請3、4個人，要不然扛不住啊。現在這個行業終於走到頭了啊，幹不下去了，大家也不裝了。主要原因啊，這裡面很多專家說啊，這個什麼提高素質、重視運營，什麼這種行那種行，都是扯淡。就是他專家不落地，他沒幹過，碰巧的吧？我是啥活都幹過，我什麼行業我都接觸過，認真研
研究過。这個快遞驿站幹不下去，說來說去啊，當然你可以說這個是因為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各行各業都不好賺錢。那快遞驿站是一種低門檻的，所以說它比開餐館還容易，比開餐館投入還少。雖然賺錢不一定有餐館多，這就更適合很多這個找不到工作的人呢，他就異想天開，他認為我幹這個可以，所以很多人跑來就幹這個。實際上不是，對吧？這個幹的人一多，競爭一加劇，內捲，所以大家都不賺錢，這只是原因之一。更大的原因啊，就是在平台賺的是盆滿缽滿。平台這些物流公司，這些平台都上市，他們那個業績都是靠壓榨快遞員和終端的這些驿站實現的。因為這個例子非常簡單啊，你把它跟京東對比一下就完了。京東人家是自己養的物流，京東是派件上門，對吧？他送到你家，京東給業務員，就是京東給他那個快遞啊，大家不要搞亂了啊。京東外賣是外賣，对吧？京東自己的這個快遞，那他這個待遇是非常好的啊。快遞員一個月6、7千應該能拿到，你如果是北京、上海可能更高。完了，他還有各種社保、養老、醫療都有，有的地方還有這個京東的這個快遞員的宿舍，对吧？那待遇也不錯。也就是說，京東花大量的錢在快遞這塊、物流這塊，人家是自營，你這個菜鳥，對吧？是物流的，相当於一個聯盟，什麼圓通，過去叫什麼3通1達還是4通1達，還有順豐，對吧？這些你看看他們在資本市場，老板是賺得盆滿缽滿，都已經財富自由了。這些都是靠壓榨這些快遞員，也不能說壓榨快遞員啊，因為快遞員太多啊，正因為大量的人沒工作，願意能去幹快遞，給這個快遞的發展啊，這叫人口紅利，這才叫紅利。這樣平台也可以壓榨。你看現在9塊9包郵什麼概念？你只有中國能幹出這事。9塊9包郵啊，平台要賺錢，商家還要有利潤，完了那你快遞呢都受到壓榨。當然平台獲利最多，對吧？平台把本來應該他承擔的責任，他都往下推了，推到這個物流公司，物流公司推到快遞員，再推到這個驿站，對吧？本來是他們承擔的，所以如果要讓快遞驿站，要讓快遞這個行業健康良性發展，還得從平台下手。什麼反內捲，根兒在平台這兒，這些電商平台啊，應該好好整治一下，否則他們拿着流量，實際上就是在壓榨物流公司、快遞公司，快遞公司在壓榨快遞員。你看他們只要是上市的，都要在乎財報，都要在乎利潤，利潤一高，毛利率一高，他的股價就高，股價一高，老板就又是財富自由，幾輩子花不完。但這一切不是靠技術提升，物流沒什麼技術啊，就是這個快遞啊，快遞的技術含量沒那麼高，就靠壓榨勞動力。我記得是去年還是前年，对吧？郵政系統要整頓，要求快遞必須派件上門，大家記得吧？最後鬧出這個大家抵制，可能驿站也抵制，這個快遞公司、電商平台都抵制。為什麼呢？因為動了他們的利益。所以這東西你不難分析啊，你只是把它跟京東對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京東花大量的錢養着這個它這個物流系統，你從來沒見過京東，你在京東買的東西，在京東自營這些東西會出現在物流站點，讓你去那兒取，人家都是送上門。所以你就發現，對吧？這個快遞驿站它那個每一單的利潤啊，從5毛降到4毛，4毛降到3毛，3毛現在降到2毛5。歸根結底啊，還是咱們這勞動力不值錢。為什麼會出現這現象？一方面嫌人口出生，對吧？出生率下降，人不夠；一方面是人找不到工作，人不值錢，這個就是叫反差。這個美西方是吧？只要跟人有關的就值錢，對吧？你要請個工人去剪一剪花草，你要請個工人給你修一下下水道，給你剪個樹枝，那海了去了是吧？就是几百美金起，咱们這就是人不值錢，人不值錢就得不到尊重，得不到發展，沒有什麼尊嚴可言。我們這就是人不值錢，為什麼？對吧？為什麼就變成個人礦？最近咱們放了好多視頻是吧？那些開餐館的、送外賣店的，一年下來不賺錢，看着挺熱鬧，驿站也一樣。所以我們一直說你不要創業，對吧？這些東西你看上去好像挺賺錢，實際上一算賬根本就不賺錢，讓你累，消耗你的精力，你還不如找個保安，你還不如去擺地攤，對吧？賺1毛是1毛，哪天身體不好了你不擺了，對吧？或者去送外賣，跑一天是一天，心情不好可以休息1天，休息2天，对吧？累了可以少跑，你不至於賠錢，對吧？你搞什麼驿站、餐館這些東西，看上去賺錢，實際上最終你跟他賠錢。總之啊，對我們失業的牛馬來說啊，對吧？又一個行業破碎，又一個這個叫安全店或者叫蓄水池沒了，對吧？網約車咱們也介紹了不好幹，餐館現在快遞驿站，實際上26年這個騎手啊，也就是送外賣恐怕也不好幹，但是他不至於賠錢嘛，對吧？你就是少賺，牛馬的路啊，一條一條被堵死，大家還是早做準備吧。好，這期節目啊，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